弟兄姐妹们平安，这是我们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神的儿女都要欢喜快来赞美他，因为我们战胜我们的仇敌。我们要一起来欢唱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赐命行走真理，我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着胜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哈利路亚！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地大声欢呼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赐命行走真理，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着胜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又是我的拯救。神赐命行走真理，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着胜的旌旗，我们称谢你，你是我神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1月25日，是主日，也就是纪念主耶稣伫7日的头一日对世人中国话的日。咱就欢喜来敬拜伊。今仔日咱要来共读的经文是《申命记》第16章。看过去，看将来，这申命记是摩西苦口婆心、耳提面命，要甲以色列人讲，毋通袂记你上帝，毋通袂记你上帝，毋通袂记你上帝。摩西安尼是为着无希望百姓伫领受祝福，进入迦南地以后，看来袂记你迄位带领因，佮赏赐互因的上帝。下面来读今仔日的经文，《申命記》16章，咱要对第1節先看到第17節。半過節的條例，第1節，恁就佇阿比月守上主恁的上帝的半過節，因為上主恁的上帝佇阿比月的一個暗暝，帶恁出埃及。就伫上主揀選互恁服侍伊的所在，向上主恁的上帝獻牛甲羊做半過節的祭物。半過節的食物毋通有價，恁就食無價的餅7日，因為恁離開埃及地的時真趕緊，食的是無價的餅。這種餅嘛叫做困苦的餅，恁就食，互恁一生紀念出埃及脫離苦難的日。佇恁的境內7日久，逐個人的厝攏毋通有價。頭一日下昏所獻的祭物，毋通留到天光。恁毋通佇上主
恁的上帝赏赐恁任何一个城献半过节的祭，只有通伫上主恁的上帝竞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献，着伫日落的时献，因为恁伫日落的时出埃及，着伫上主恁的上帝竞选的所在行来食。过早起则倒去恁兜，恁着食无甲饼7日，第7日举行严肃会，敬拜上主恁的上帝，毋通做工。过来下面是7收割节的条例。第9节，恁着对用黏粒收割的日开始，算7个7日，守7收割节，敬拜上主恁的上帝，照伊赐福互恁的收成，甘心献礼物互伊。恁甲恁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，甲住伫恁中间的利未人、甲外族人，以及孤儿、寡妇，拢着伫上主恁的上帝竞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，伫伊的面前做伙庆祝。恁着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做奴才，恁着遵行这的规例。过来是大寮节的条例。13节，恁收藏五谷甲新酒了后，就守大寮节7日。伫节期中，恁甲恁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，甲住伫恁中间的利未人、外族人，以及孤儿、寡妇，拢着做伙庆祝。恁着伫上主竞选的所在，守节7日，敬拜伊，着欢喜守节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有赐福恁，互恁丰收，事事顺利。恁所有的查甫人，拢着一年3摆，伫除酵节、7收割节、大寮节，到上主恁的上帝竞选的所在，敬拜伊，毋通空手见上主。一个人着照上主恁的上帝赏赐互恁的福分，尽家己的气力奉献。以上今仔日所读的经文，申命记第6章头前第1节到第17节，是上帝设立3大的节期，也就是盘过节、逾越节、7收割节、7节，还佫有大寮节，是祝棚节。上帝设立这3个节期，是要爱以色列人每年透过守节传承，并且纪念上帝的作为。这3个节日，头一个盘过节、逾越节，是要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做奴隶的日子，互因得到上帝子民的身份。第2个节，7收割节、7节，是要提醒以色列人讲，一切的丰富，拢是对上帝来的，是上帝所供应因的，就用欢喜快乐的心来献上感谢。第3个节，大寮节、祝棚节，是要以色列人纪念因捌伫旷野漂流40冬，因倚靠着上帝的供应，经历只要倚靠上帝，就算讲伫旷野，也无滴到欠缺安尼的经验。同时，嘛爱后代的人来警惕，早前以色列人安那因为毋信甲悖逆，滴到必须伫旷野消磨
到死，就以这来做前车之鉴。透过守节，上帝叫以色列人毋通袂记得因是上帝的选民，耶和华上主是因的上帝。这段经文会互咱联想，咱华人嘛有所谓的三节，就是春节、端午还有中秋节。伫华人的文化内，三节代表的是一家伙人的团圆，还有甲家族的结连。就算讲因为即摆时代甲环境变迁，安尼的气氛哪来哪无，但是节期还是会互咱停落来休困，想念咱的亲人，还有对厝内人的思念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咱伫基督建立的新约内，嘛有属于新约的节期，包括咱纪念主降生的圣诞节，还有庆贺主国外的国外节，以及领受圣神三角地的圣神降临节。这日就是一个记号，提醒咱上帝所成就的大事。就像摩西当年的提醒以色列人毋通袂记得上帝。今仔日的经文也提醒咱，就像大卫王所吟的诗讲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一件。煞接，咱来读16章后壁18、19、20节。这是有关任命审判官甲官员的条例。18节，恁就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徛起的城，为着逐支族任命审判官甲官员，因着照公义审判人民。恁审判毋通颠倒是非，毋通偏袒，嘛毋通接受贿赂，因为贿赂会互智慧的人变做痴迷，佫会歪曲正直人的正词。恁着追求公平正义，互恁的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，久长徛起。恁为上主恁的上帝起祭坛，毋通伫边仔菜阿舍拉女神的雕像，嘛毋通菜石雕像，这个拢是上主恁的上帝痛恨厌恶的。以上伫申命记16章18到20节中，记载了有关设立审判官甲官员的条例。摩西特别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了后，必须伫国城中设立领袖，以严格要求这个实行习惯的人必须做到绝对的公正无私。摩西提醒，绝对毋通收贿赂，佫较袂使因财迷心窍来歪曲公理，就是台语讲的袂使歪歌。摩西深切地强调，唯有秉持公平与公正，以色列人才能在神所赐的应许之地长治久安，蒙受长久的福祉。伫本章的最后，摩西进一步警告百姓，伫崇拜上帝的代志顶头，必须要保持圣洁，毋通将民间的宗教纳入去对上帝的敬拜。这也是要带予咱深深的提醒，敬拜上帝绝对毋是随在咱安怎拜。敬拜上帝绝非随心所欲，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咱就应该要心存敬畏，
凡事顺探上帝的旨意。我们应该要心存敬畏，凡事顺从神的旨意，以诚实与心灵真实的来敬拜上帝。咱得用诚实甲心灵真实来敬拜伊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甲阮提醒过去的日子一路拢有你的带领甲供应。虽然阮也有困顿，若亲像行伫旷野的时，但是阮知主你的疼毋捌离开。透过经历的日子，阮长大搁较有智慧，明辨上主的旨意。你也教示阮爱追求公平正义，用正直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求你帮助阮学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甲主同行。也求圣神光照阮的心，互阮会当监察家己对上帝所存的心，帮助阮伫敬拜的时，会甲主拿亲近。阮的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是主所命定的日子。